大家好，我係6A 班28號黃婉如。今日我要分享嘅一本書係《還珠格格》第2部第2集《風雲再起》。佢係程耀係寫緊呢本書嘅。咁呢本書嘅主要內容咧就係承接翻上一本書第2部第1集嘅內容。咁佢主要內容咧就係講翻佢嗰個生死離別嘅過程，同埋主角4人所經歷嘅風波，一波一波有嘅風波再起嘅經過，同埋嗰個經歷係一個一個都係令人非常之擔心同埋好驚嘅。咁我最中意嘅角色咧就係小燕子，因為我覺得佢嘅個性好似我。小燕子嘅個性性格就係比較活潑，好精靈。咁佢係常常係被稱為皇上嘅開心果，總會喺闖禍嗰陣時，仲會識得逗笑皇上。甚至佢會好出義氣、好樂觀嘅感覺，係成日都令人大笑、令人開懷、令人忘記晒所有嘅煩惱。我覺得佢呢個特點咧就好似我，因為我嘅性格都係同佢一樣好樂觀，跟住我係好中意俾人感覺到我嘅笑點，同埋我都係好正義，講好正義氣嘅，好光明正大，同埋好正義嘅。咁我喺呢本書學到嘅就係呢本書有好多四字成語，同埋一啲描述風景、描述愛情、描述情形嘅句子，係令人非常之難忘。瓊瑤嘅文筆真係出神入化，佢嗰啲日文筆係值得我欣賞學習。佢嗰啲四字成語更加係運用得非常巧妙。咁今日就係我分享啦，多謝大家。